政府咧就會喺8月28號，即係828咧，就啟動呢個6000元計劃。咁所有當日咧係年滿18歲同埋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嘅市民咧，係可以按出生嘅年份咧嚟分批進行登記嘅，要領取6000元。咁我想講嗰就係合資格嘅市民咧，如果咧係選擇較後嘅時間先至去攞個款項嘅話咧，係可以喺明年4月1號到12月31號嘅時間先遞交呢個登記表格，咁要領取6000元，同埋加上一個獎賞就係200元嘅。咁至於喺8月28號係未符合資格嘅市民呢，但如果佢喺出年3月31號符合資格嘅話呢，佢可以喺明年4月1號或之後登記，就領取個6000元。咁整個登記計劃呢，就會喺明年即係2012年嘅12月31號結束。咁由於呢個計劃呢，大家知道呢係涉及嗰個600多萬嘅合資格嘅市民。咁為咗確保呢個登記過程呢係有序進行，計劃開始嘅頭10個星期呢係會呢做一個分流安排。咁合資格嘅市民呢係可以按佢出生嘅年份分5個組別嚟做登記，每一個組別嘅登記呢係為期2個星期嘅。